醒醒！救！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是救者！他断气了，刀势凌厉，3更血迹一直。你姐姐。一面杀生，一面超度。是，而你，我听传闻，可也有人说我不信流言，我只想亲眼。所以你是确实有心。有心，那不妨让……这心灭万物，一切为心造。既如此，请你去杀，到时候。